拢叫阿公拢叫阿达，爸爸叫阿叔，阿嬷叫阿咪。客家的习俗他们还在用，所以他们还是认定他们是客家人。三支嘅客人差唔多在清朝雍正到乾隆年間，是陸陸續續進入三支來開墾。呢邊嘅客家移民有公、父、蘇、李、戚、姚、鍾一條大項，其中以天主府袁天燕嘅貢獻前多。袁天燕係純正嘅客家人，所以講嘅客法是按照袁天強。不過因為環境嘅因素，在三支已經睇唔到客法咧。其實這個大部分都是環境的因素啦，一個是教育普及的因素，另外一個就是，比如說你離開三支哈，要到淡水或是台北，你要跟人家接觸，講客家話的幾率幾乎沒有，你一定要講閩南話，啊，所以說使用的機會越來越少，越來越少。那現在來講，他們可以講的客家話只有幾個單字而已啦。攏叫阿公，攏叫阿達。嘿，爸爸叫阿叔，阿嬷叫阿咪，嘿，跟他们叫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我祖先我祖先是福建永定县啦，是客人来台湾河洛人较济啦，早变敢若去互同化去啊，河洛人较济南落去以前是会讲，甲阿公迄代会讲，我老爸用小可，我就会讲。原天嘅客法冇傳落來，唔過現象嘅生活環境是像係台田、菜園嘅三支也看得到。因他們來的時候，他們一定要克服一個問題哈，就是找到水源，然後要開始整地，啊，那整地的技術哈，就是他們在原鄉的時候就會了，然後他們會算走多遠，大概可以插多少，將來這個水才能夠流出去，那個有啦，他們。基本上來講，他們都有那個比較基本的技術都有。三支嘅客家先民等等山西的耕種，亦都有等等體型嘅高低差別，在自家嘅屋船來建造水車。水車嘅年通力完全係來自山頂長長嘅水源，用呢下嘅人工來看，係要環保又美觀。這水車原來這水車是共阮這自作100幾年前共阮這自作啦，較大台。這利用這回轉的力吼，有一個有一個心，架坡大，去內底嘛，內底有一間工場，做茶工場，會當下米，會當做茶。利用這水溝的水沖落來，個回流倒轉來，個灌溉，無怕算去。利用這個回流，這水。三支地形的關係是比較特殊一點它的。我們8年期大部分都用8年期的水啦，然後它的落差也比較大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這邊的每年到秋冬春的時候，雨水比較多，那水也比較足夠，水比較足夠的話就是會想到說用這個水車來帶動，那這樣子可以提高產量，尤其是在種茶葉的時候，開始種茶葉，然後全部靠人工的時候如果說量比較多的話，用水車來做，速度會比較快一點。那講應用組織來分，三支有一半以上係客人，今年有客家嘅血統。雖然講今年唔曉講客話，不過今年還係客人。但是他們的那個語言都不會講，所以他們這邊最習慣、最常講的叫做。因攏叫北奏啦，就是背祖。背祖的最重要的就是不會講客家話，因為語言消失，你不可能再恢復。但是你的風俗習慣其實那個很重要。我們這邊的客家人，他認定的方法就是，那就很簡單啊。每年過完年開始掃墓的就是客家人，因為客家的習俗他們還在用，他們自己都說他們是客人。